林森區位最打得嘅樓盤，以前係要搖號加存款先可以買啊。不過而家2萬蚊首期就可以搞掂一套啦。屋苑樓下就係惠陽站，25分鐘就可以分到深圳北站啦。咁屋苑入邊唔單止有山有湖啦，仲有一個12年制嘅公立學校噶。咁4月份嗰陣時佢加推咗一座出嚟，不過而家都差唔多快賣晒啦。而家發展咗係加班加點啦。喺6月份佢又要加推2座出嚟啦，真係實力非常之雄厚啊。等陣咧我哋會同大家先睇翻個戶型，再同大家介紹翻佢嘅配套啦，同埋一個位置嘅，睇下呢個小區點解佢會賣得咁快。今日我哋要睇係129嘅4房橫廳設計單位，入門係發展咗做好嘅一立鞋櫃啦，歐派嘅品牌噶。咁入嚟可以見得到成個客廳6.6米嘅大橫廳設計，入出邊仲有一個同闊嘅大陽台啊。咁所以話呢個係一個橫廳設計啦，不過咧佢有啲似個大平層噶，以及佢係屬於個南北對流嘅，又係橫廳又係南北對流，呢個單位就真係舒服啦。咁我哋再調翻轉頭睇翻我哋呢個餐客廳啦。而家首先見到我哋成個餐廳位啦，10人位一家大細喺度食飯都係冇問題嘅。再睇翻我哋個廚房啦，做咗個 L 字型嘅大廚房，吊櫃係用得歐派嘅品牌啦，以及方體嘅三件套，仲做好嘅洗碗機嘅。咁其實成個餐客廳嚟講，佢我哋見得到嘅一個吊頂啦，同埋地磚全部都係發展咗做好晒嘅。入出邊呢邊仲有一個同闊6.6米乘以2米嘅大陽台啊，咁大家可以選擇封窗啦，咁成個餐客廳都會更加大氣噶。同我哋呢個客廳睇翻我哋嘅休息區啦，首先見到第一間房係設計為一個琴室嘅多功能房啦，咁行到入邊嚟係我哋休息區啦。咁而家睇翻第二間房，佢係設計為一個海賊王主題嘅兒童房嘅，對面係我哋第一個廁所啦，有暖風嘅設計，以及啲衛浴全部都做好晒噶啦。隔籬就係我哋呢個溫馨嘅一個閨女房啊。咁最到最入邊咧就屬於主人房嘅位置啦，成個套間係有差唔多成22個平方，以及佢係屬於個南北通透嘅效果嘅。咁最入邊咧就屬於主人房嘅套廁啦，好似我哋啲智能座廁啦，同埋個暖風機其實都做好晒嘅。咁呢一套129嘅單位咧，其實對於好多家庭嚟講都係算係一步到位噶啦。咁我哋而家呢次6月準備加推單位都係118嘅單位，樹廳同埋一個南北通透嘅單位嚟嘅，一樣首期款都係2萬蚊起嘅。有興趣嘅可以揾阿輝攞翻最新嘅資料。咁星河丹第相信好多啲深圳同埋香港啲朋友都認識嘅啦。咁佢位置係位於惠陽站隔離嘅位置，每日係有78班次係可以往返我哋深圳同埋惠州兩地嘅，1個鐘頭仲可以去到香港嘅西九龍位置。另外仲有一條深圳高鐵，預計喺27年開通嘅，從西利發車到我哋惠陽站大約係30分鐘嘅。咁配套方面啦，我哋1公里範圍內就有第6人民醫院、天虹、大潤發同埋西區市場嘅。咁佢位置係位於淡水老城區同埋一個大雅灣中心區嘅位置。咁佢3公里範圍內咧，仲有一個萬達廣場啦、一田購物廣場以及吳越廣場呢邊嘅生活配套就認真方便啦。咁我哋再移步到沙盤，了解我哋小區嘅配套。咁佢成個小區佔地係超過150萬嘅，建築面積係超過260萬噶，業主都超過2萬伙，係屬於惠陽區呢邊最知名嘅一個小區啊。咁除咗高層之外，佢仲有別墅嘅產品嘅。咁我哋頭先睇下就係我哋 T 區嘅高層產品啦。落咗樓下就有星河 Call Garden 啦、永輝超市、電影院同埋肯德基、麥當勞以及仲有個 St B 食堂嘅。咁隔籬呢邊仲有個華南師範附屬學校嘅一個學區喺呢邊，從幼稚園一路到高中噶，係屬於惠陽區呢邊最好嘅公立學校嚟噶，師資力量真係非常之雄厚噶。咁成個小區佢係背靠住亞公頂噶啦。發展商都為業主打造咗一個私家單身度啊，斥資100萬噶。小區入面仲有一個好靚嘅一個單月湖啊，湖邊仲有一個休閒佔道嘅，以及仲有個體育公園喺呢邊嘅，室內健身房啦、瑜伽室啦，同埋一個高爾夫球場嘅。咁同時咧仲有一個足球場啦，以及一個網球場都係有嘅。休閒配套係非常之足夠，大家一家大細喺呢邊休閒遊玩噶啦。以上所講嘅全部都係現有嘅配套。所見即所得，即買即享受嘅。咁如果大家係想嚟惠州揀翻一個配套好啦、環境好同埋一個學區靚嘅一個樓盤咧，呢個樓盤我非常之推薦俾大家嘅。咁如果大家對於呢個樓盤係有興趣嘅，可以約上阿輝一齊嚟睇睇。